Livent 致力打造高速、輕巧、結合美學外觀嘅電動蘇跑，延續一體化 CNC 加工技術，透明玻璃視覺同步感受摩打速度。Livent P3 Pro 三刀頭超高速電蘇跑，為咗將 P3 Pro 嘅效能提升到新高度，我哋重新設計咗摩打系統，採用高速雙直線摩打，切割動力提升100%，雙摩打交替運行，吸收震動，協同兩側嘅彈力減震懸掛裝置，有效減少震感。喺小巧嘅機身內融入咗多項創新設計，將摩打性能發揮到極致，令摩打動力顯著提升。同時配備 PID 動態補償技術，智能感應鬍鬚變化，精準剃鬚不扯鬚。為咗提高剃鬚效率，滿足不同用戶嘅需求， Livent 打造咗更高效嘅三刀頭設計。兩個短鬚刀頭擁有創新弧頂結構，大大提升進鬚面積。獨特嘅開放式長鬚刀頭，俾長鬚可以靈活進入。為咗提升剃鬚體驗，我哋喺刀頭表面雕刻咗順滑紋理，減少貼膚時嘅不適感。我哋使用55微米嘅薄刀網，利用電鑄方式打造圓角倒角外刀網，配合經過18次沖壓成型嘅鋒利銳角內刀印，可以增強剃正效果嘅同時，更親膚不容易刮傷。兩粒對稱嘅高能量密度電池，能夠讓續航長達100分鐘。IPX7 防水，乾濕可剃，輕鬆沖洗，強勁高效嘅電動蘇跑。Livent P3 Pro 三刀頭超高速電蘇跑。